我哋連順車響近排好似成為咗 JDM 嘅改裝基地咁樣。呢一架就係75年嘅哨牙仔豐田士力架，內外大翻新。94年嘅 FX5 第一代，亦都係幫佢做咗內外大翻新，同埋做埋發動機大修。99年嘅咬地沙做全車大翻新，噴個檸檬黃。漂移神車日產女士幫佢改咗寬體同埋噴漆。呢架本田 EK3 幫佢做內外大翻新，曾經攞過好多冠軍嘅呢架神車。P11 幫佢做咗個內外大翻新，輪鈴大翻新。盡量幫佢做到原車嘅效果。之前呢，好多車主都擔心我哋做 JDM 會唔會有冇經驗，但隨著呢2年嘅港車北上以嚟呢，我哋整咗好多 JDM 啊。例如之前有整過 MR2 啦、NXX 啦、EVO 啦，整咗好多架啦，仲有嗰個日產嘅飛機啊等等。假如大家亦都有一架 JDM， 大家好愛錫佢，亦都可以嘗試下同我哋交流，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俾到信心你，整車穩健哥，保證冇得拖。